他们所演的戏嘛。啊，刚才已经看到之前跟之后的差别是在什么地方？是因为他们的心思意念完全改变了。谁能够帮助他们改变呢？只有神可以，神可以帮助我们改变。牧师也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。就有一个，我们现在都希望是小孩子都能够到国外去读书。那有一个家庭，他也是只有一个独子而已。这独子呢，在台湾的时候也认真的读书，然后最后也考上了，可以去留学，他就去国外读书。那爸爸妈妈都不舍，因为呢只有独子而已啊，要到国外去，在家里的时候呢，他都不用做事，那到国外去的时候，他怎么能够做事呢？那妈妈一直很担心。而且呢，又觉得他自己的小孩好像不会照顾自己，妈妈常常在照顾他，所以一直担心他自己在国外不知道怎么办，不知道有没有安全。国外有很多的，有的都有枪啊，还有什么一些都是不很好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每天在担心。那还好呢，现在有什么东西有 Skype 啊，所以我就用 Skype 跟他讲讲话，还知道他很安全。有一天晚上呢，在睡觉的时候，突然有个电话声来了，叮，响起来了。有谁这么紧急在晚上就打电话来呢？拿起来听，原来是美国打来电话，说我这边是医院，那我知道你的电话呢，是因为你的小孩子正在医院中，那他因为呢车祸非常的危急，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来？哇，妈妈所担心的事情，终于好像发生了。在美国的地方，他的小孩在医院里面危急，怎么办呢？赶快将先生吵醒，赶快想办法去买飞机票，这样好不容易才赶到美国去。然后到美国是找到医院去说，医生跟他们报告说，这个他的小孩呢，因为开车，总共带了3个人，连他自己3个人，然后车子是开太快了，就发生车祸。他自己这个人呢，这个开车是他的儿子，他开车的人呢受了重伤，但是结果问到最后是终于知道他儿子呢没有生命的危险，只是伤势很重。那他们2个父母呢就觉得好像总算放下心来，是说还好他没有问题，但是紧接着开始就有大问题产生了，因为他在的那个2个人中间有一个死掉了。那在美国像这种事情的时候呢，司机是要负很大的责任，是不是？到底是不是酒驾啊？然后是不是又是没有闯红灯，或是说没有按照规矩，或是怎样？开始警察找他们去了，开始要来问他，在病床里面要问他很多事情，问到最后有可能他们要面对刑罚，因为怎样？他过失杀人。哇，父母虽然是一方面觉得他的孩子没有受伤，没有死掉，不是没有受伤，没有死掉，但是怎样？虽然有伤，但是生命还在。一方面是安的心，但是一方面开始就担心，要去面对很多的问题。我们也知道，在美国，它的医药非常的贵，同时呢，要是有这种刑事的部分呢，同时还有一些民事的部分要赔钱等等，这样他们开始非常的担心。要怎样去面对死掉的那一个的父母？他们非常的担心，但是不得已总要去跟他们见面，因为怕他要去告他的儿子，所以他觉得说，我们还是先去见一见死掉的这一个的父母吧，去了解到他们的心情到底是如何，他们有没有什么其他想法，能不能不要告我们？那他们的同学呢，就好心的安排让他们去见面。他们就怀着非常坎坷的心，坐车子要到那个死掉的他们的父母的家，远远就看到那个他的父亲死掉那个人的父亲站在门口在等他，他们心里就很害怕，怎么办？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？结果他们到的时候，一下车的时候，你觉得那个爸爸他做出了什么动作？是不是给他一拳，还是怎样？他竟然是双手抱着他们2个把他们2个抱住，哇，他们觉得很奇怪，他怎么会这样子抱呢？但是吓得都不知道怎么讲什么话，连想要跟他道歉的话都不知道怎么讲了，整个被吓住了。然后就带到他们家里面去，坐下来的时候，
他这个妈妈死掉的妈妈呢，马上就过来握着那个妈妈的手，然后就没有讲任何一句话，就陪着她一直坐着。这个妈妈呢，她也不敢讲话，不知道说什么话，就开始流泪啊，流泪啊。大家都没有说什么话，他们就坐着在那边。那2个孩子死掉的爸妈就陪着他们坐着。那不得已，最后还是要讲话。这爸妈就想说：“我们这次真的是很抱歉，我们不知道要怎样赔偿你们，才讲这么几句话而已。”对方妈他马上跟他讲：“哦，这个你放心，我们没有要告你的小孩子。”因为我们常常告诉我们的小孩子，你要原谅别人的错。而我们相信呢，我们的小孩虽然死掉，但是他也希望我们要原谅你的小孩，所以我们不准备告你们。这从台湾去的，他不可思议，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呢？他自己的小孩子丧失了生命，因为他的小孩载着他们出去发生车祸死掉。他们从老远从美国过来，从台湾过来，本来是要赔偿，准备心里就说啊，要赔多少钱，都要好的，都要没有办法，一定要赔的，要被关也要关，只是劝他们不要告他小孩子就好了。但没有想到，他们那一对丧失的小孩的爸爸妈妈说没有关系，因为他教他小孩就是这样，有过错的你要原谅他，所以他知道他的小孩希望他也要原谅他们。何况他们你们还是从老远从台湾过来，这个心意我们离心里的。那这个从台湾去，他不可思议，不能了解，但在眼睛非常模糊之下，看到他妈妈怎样，前面挂了一个项链，是什么项链？十字架项链。原来这对美国这个父母，他们是基督徒。他们说怎样？他们说我们所学到的耶稣，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就是这样，他没有罪，他代替世人的罪，愿意为了世人的罪被人家钉十字架，被鞭打，他也都不讲话，他是一个无罪的代替有罪，他要我们去学他的样式。我们已经那个父母呢说，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，我们需要能够像耶稣一样，虽然我们的孩子丧失了，但是跟耶稣比起来算不得什么。耶稣可以原谅世界上的人的罪，我们也应该可以。虽然我们很伤心，我们的儿子不见了，但是我们相信他已经到了天堂。所以我们虽然不舍，但是我们愿意原谅你们。刚刚我们看到这个他们演的剧是自己编的，我们的学sinh自己编的剧。你可以看到2个家庭的很大，这个同样一个家庭以前跟以后的差别在什么？原来是他们心中有了另外一个信仰在，他们有耶稣在他们心中。耶稣告诉他们：你回到家里要爱你的父，要给他们一个拥抱。你们家里要有爱在，不是常常要争吵。我们刚刚所看的这个故事，其实是从蒲公英来的。蒲公英他写的这个故事，他也是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。今天我们是在过圣诞节的晚会，圣诞节是谁的生日啊？耶稣的生日，不是圣诞老公的生日。那耶稣为什么要到世上来？他是上帝的儿子啊，应该是在天堂上啊。在天上，他为什么要地上来？在地上来，他在天上是王哎，到地上来，他有没有当王？他没当王，他最后还被钉十字架。你知道那个十字架是当时是最残酷的一个十字架，人没有死，用钉子钉着他的手。然后钉着他的脚，然后把它吊起来的时候，他整个力量完全被这个钉子撑住了。有医学做测验说，世界上没有一个痛苦会远大于人活着钉十字架又吊起来。他们甚至做了很多的模拟，说这时候的心脏所承受的力量有多大，人的肉体承受的有多大。主耶稣来世上不是要当王，他乃是要为我们世人的罪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过圣诞节？是因为耶稣他来，我们纪念他。因为耶稣来，我们才有盼望，我们才能够有永生的盼望。就像那个丧失儿子的这个家庭，因为他信了耶稣，知道他的儿子去到什么地方，他知道耶稣要他将这个爱去爱所有世上的人。
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一样，我们的基督徒都一样，都盼望我们能够领受耶稣的爱之后，将这爱能够告诉别人。今天我们知道，我们这边应该有很多人是第一次到我们教会来。为什么我们有来我们教会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有摸彩，可以这很多好处？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跟大家分享？没有为什么，不是因为我们很慷慨，是因为主耶稣很慷慨，主耶稣要我们这么做，主耶稣要我们领受他的爱之后，盼望你们也能够领受到。所以圣诞节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欢乐的日子，乃是一个为了永生而存在的日子。要是耶稣没有诞生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没有永生的盼望。所以我盼望你们也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，你们也能够深深的去体会。你大概一时没有办法体会，但是你常常可以到教会来参加的很多活动，你渐渐就能够明白。就像刚才那个家庭一样，因为他改变了想法之后，他就完全是一个喜乐的家庭。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喜乐的人，你也可以领受这个爱，然后你也可以去跟别人来分享。我们盼望圣诞节是真正带来这样的意义。我们不是吃大餐，而不是等一下有些糖果或是很多欢乐的事情没有。那个喜乐乃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，因为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罪到世上来。这么美好的日子，我们怎么会不高兴呢？我们怎么不会庆祝呢？我们当然要庆祝，我们当然要告诉大家。所以盼望大家能够记得，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实在是不一样。愿大家在圣诞节的时候有一个快乐的假期。谢谢大家。